即摆的时代是真流行耍倒仔衣，迄若倒仔衣是百款，有激头脑的，嘛有拼胆量的，还佫有耍趣味的。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推出一套以中华特色成做主题的倒仔衣，希望会当互民众耍倒仔衣的时阵，佫会当认捌中华。公孙仔做伙合作拼成绩，透过游戏熟悉八卦山的蓝露营。也有哪耍哪认捌妈祖的廖境队伍。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的倒仔耍活动，关卡拢是以中华特色做主题，有各乡镇的好食物、知名景点、新型车库等等，民众哪讲台语哪佚佗。老师伊头头有介绍，为第一个开始报马啊、刀机、连机、沙针机，然后开锣鼓，拢总有16队。充满在地味的倒仔耍，其实是课程老师参民众同齐设计，望大家不只是被动学习，更加爱主动参与。无一个人会当做拢总，逐人拢有伊的智慧，逐人拢有伊的本事、伊的专业，伊了解特别多，所以请大家拢尽量来看，尽量来用，尽量来投入。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表示，台语文创意园区是全台唯一一个以台语做基地主题的园区，不定时举办各种的课程，相关信息拢会公布伫面册，欢迎大家尽量来使用，创造台语新活力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